1951年，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正式成立，同年舉辦首屆全港田徑運動會。50年代，田總積極舉辦不同賽事，一系列常規賽事、越野賽、5項全能比賽等等，包括喺九龍區街道上舉行10哩長跑項目。1954年，香港短跑健將西維亞喺第2屆亞洲運動會奪得男子200米銅牌，為香港於國際大型綜合運動會舞台上首度贏得獎牌。60年代初期，田總開始有系統地編定年度賽事計劃，環島接力跑比賽連續舉辦6年。1964年日本東京奧運會 ，Mike Field、William Hill 及蘇錦堂代表香港參賽。1966年泰國曼谷亞運會，田總派出共10名男女子運動員。1968年，田總首次以自資形式派隊參加泰國田徑錦標賽。70年代初，田總正式成立教練會。1977年，田總首次舉辦長跑越野聯賽，賽事共設4站。1978年同年舉辦高路傑女子田徑賽，成功發掘多位新一代女子田徑運動員。1979年，灣仔全天候田徑運動場正式落成並啟用。1984年，伍麗珠及長谷川由子一同出戰美國洛杉磯奧運會，香港歷史上首次有馬拉松運動員代表香港出戰奧運會。1986年，田總首次舉辦國際金一哩賽，於中區繁盛鬧市舉行。1990年北京亞運會，陳秀英於女子100米跨欄以13.87秒刷新香港紀錄。1992年，首屆廣深馬拉松賽舉行，成為當時全球首個橫跨2國邊境嘅馬拉松賽事。於1993年及1997年再度舉辦跨越中港兩地嘅馬拉松賽事。1997年青馬大橋馬拉松，參賽人數多達2000人。1998年新機場馬拉松賽，賽道沿住青馬大橋前行，直達剛落成但尚未啟用嘅赤鱲角香港新機場。1999年渣打香港馬拉松賽首次移師至鬧市舉行。同年，田總成功主辦第5屆亞洲女子越野錦標賽，為香港田徑近10多年來首次承辦的亞洲大型國際賽事，共有11個國家參與。2000年，田總首次舉辦青年道路接力賽。2000年渣打香港馬拉松，成功以九龍尖沙咀作為起點，參賽人數高達7000人。2001年東亞運動會，男子4×100米接力隊奪得銅牌。2003年，屈臣氏蒸餾水田徑之王錦標賽總決賽，邀請多位亞洲頂尖運動員參賽。2005年，香港田徑隊正式成立。同年，香港代表隊於女子4×100米接力及溫健儀於女子200米雙奪得銅牌。2005年，田總與港鐵於中環舉辦首屆地鐵競步賽。2009年成功舉辦東亞運動會田徑賽事，吸引來自9個國家，共249名運動員參賽，並有超過300名裁判及工作人員參與。2011年亞洲田徑錦標賽男子4×100米接力隊歷史性奪得銀牌。2012年成功獲得倫敦奧運會參賽資格。2013年勇奪香港歷史上首面亞洲田徑錦標賽金牌。2014年仁川亞運會奪得銅牌。近年，香港田徑隊於多項亞洲級賽事中成績斐然，運動員多次刷新香港紀錄及青年紀錄。